这首歌较早差不多民国70年做的啦。听到遮，听一个歌，心情放伫遐轻松尔吼。中昼的时阵吼，可能心情较无好。这首歌吼，我讲过，顶仔较早民国70年就做。迄阵吼，我有打咧学堂迎新集锦内底一首歌吼，迄咱师傅做。后壁的背景吼，咱就当天工的，咱是当做因做的影片吼。歌词这是较早，上民国70年，我若无记错吼。迎新集锦内底，算个老歌啦。我打学堂吼，就听过这首歌，真好听啦。不过好听是无我咧讲，要听大家怎去感受。即个少年仔爱听较广角，像咱即个较人一辈吼，就爱听较咧抒情，安尼就对。像阮后生咧听迄歌吼，拢安尼变变价，我拢毋知影听啥就对啦。安尼动感的就对。我就对迄个较无兴趣。但这抒情的迄个就较时代要共啦吼。少年人甲咱即个思想吼，有一点无共。落来，咱来讲第三个人物，拄有讲东山庄嘛吼，孙悟空，过来即个猪八戒，叫做猪五灵。五灵就是观世菩萨较好诶，观世菩萨较好，叫伊五灵，真好听嘛吼。伊若指点，叫伊爱去做东山庄处境来帮助，这是观世菩萨来指点，大家就做五灵。为虾米人叫猪八戒？因为吼，伊去见东山庄的时阵，伊甲东山庄讲：我五分三样，戒五分，搁戒三样。五分咱知啦，咱听口的五分就是葱啊、蒜头、韭菜，搁洋葱嘛，萝卜，安尼五项。五分，我戒五分，搁三样，三样就是天样、地样、甲水样。天样就天顶飞，地上走的、水底游的，我拢无食。总共就是食菜就对啦。讲较简单的啦，
拄啊钙5分，啊搁3粒，啊加起来拄啊8，所以讲当参讲，安尼我甲你合作8届，啊因为啥物姓猪？因为伊较早吼，听讲伊是天顶的一个迄个叫啥？伊属于叫做天蓬大元帅，天顶的元帅啦。啊，因为一工啉酒酒醉吼，去人喜人相骂啊，啉酒酒醉去共喜人迄个相骂啊，去互拍倒来，拍倒房间做人个，结果伊投胎投一个唔记投伫猪啊，啊所以出事了了怎？猪拄啊猪头啊人身，啊所以伊拢讲吼伊姓猪，伊投胎投了唔对，啊叫拍倒来房间啊走伫猪身猪胎里面，啊伊讲讲猪，啊因为东山庄啊合作甲8届，所以讲吼安尼我就叫你第8届咯，第8届就是安尼来，啊，讲到8届吼，讲起来这较一个笑话啦吼，较早吼我读册的时阵吼，迄个国中毕业的时阵，毕业典礼，吼啊有一个来宾就去讲嘛吼，致辞，去讲，伊讲吼，我们这一届是第8届，听有无？因为国语甲台语同做伙，因为咱台湾国语啦，啊讲袂出咧转安尼啦吼。我们这一届是第8届，其实是第8届。啊，你要讲台语就讲第8届，要讲国语就第8届，爱台语国语同做叫第8届啊。所以我这届大家拢比第8届。所以我互我永远拢会记一啊，我这届就是第8届。你若第8届，你就会记。啊，你若是第8届，我话你国中第几届，你也袂记。哦，这是一个笑话啦。那为什么吼叫做模拟？啊，伊第8届代表啥？吼，代表啥？因为代表着咱人的习性，代表着咱人的啥？干力不懈，好吃懒做，安尼是毋是咱人拢有即个性嘛？好吃懒做，爱享受嘛，还是讲好色嘛？啊，就是第8届的性。啊，所以咱大家心中有即个物件，啊有即个物件爱去甲除，要去西洋出境吼。这爱读，哦，好吃懒做好食，这拢爱读，哦，安尼你，啊若无，免哪去骗路，安尼你歹哪去骗，免哪去西方，所以讲爱读，爱免哪读，读较早过去好食，迄个心，好吃懒做的心，大概做啥呢？主下讲的天天意识，天天意识，天天就是讲你。逐较早去爱迄个色，改做爱贤灵，叫做贤田意识。第一个贤就是讲吼尊敬喜欢，第二个贤就是讲谦敬，啊，第一易色易就是讲吼改变，色就是讲迄个好色，吼甲改用过，吼较早好色，啊，真好贤，无共，真好学道，哦，迄个心就转转过来，啊，但是要转即个心吼，有当时也无转。所以讲，迄个灵吼，咱会当做灵做有事。要改变即个心，咱爱搭帮助的，爱做有事的，爱办道。你若办道了，你伫迄个环境、迄个过程当中，伊会慢慢改变咱人的个性。所以修道爱办道，修道无办道吼，你歹提升。啊，我今日修道意思是讲你家己要修哦，足好嘛，叫做修道。办道就讲你去做。啊！你要经过做吼，你人袂好呢。你要经过办道，你心活都提升呢。哦，安尼啊，我伫遮打坐哦，坐甲吼心足清净呢。你要办道心袂清净，你搁爬起来了，搁拄着代志嘛是搁偌尔呢。哦，所以真正要练境界，就爱伫办道内底练。真正要练境界，爱伫办道内底练。你办道内底你练甲你袂动心，安尼境界开。我伫遮咧办代志，遮济人伫遮做伙咧同事的时阵。有啥物无共款的意见，我无明白，表示你心里已经变较宽。所以咱人修道爱经过办道，因为无代志来，你考验你知影你境界到底。无代志来，你考验你免哪培养你境界。哦，咱大家想看，所以办道就是爱借着做一个代志，你去办了，你敢知影，较会当知影我境界到底，我境界无够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无够爱搁修。啊，无叫要免咱去西方出境，免咱去到西方，这拢爱修呢。哦，所以讲咱爱把迄种心，把收起来，互伊清净，互伊拢安尼。啊，互我甲感觉讲吼，
无经过办过，我毋知我应该到这办的，我知影讲啊，我真正做不少。道理好讲呢，真歹收呢。哦，其实要讲道理较简单呢，我安尼讲无无人骗的。啊，道理都准备了起来点外钟、2点钟、点外钟，但是吼，有当时一个编剧你改14啊，改10年、20年、30年改袂开。哦，你10年内底，人要听足济道理好，啥物道理拢有当参考经典拢互你听10年。你10年要改一个脾气，改1分，你着改到真正毋知影要哪讲的。要减1分尔，你着减到吼安尼做甲安尼骗袂喘啊。所以修行毋是3工2工，境界咧培养毋是3工2工。咱若去拄着代志，啊，结果我足生气，表示我境界无够，莫去怪别人。我拢安尼讲，啊，是我境界无够。毋是讲啊，你即个人做了太歹吼，我生气。逐个人拢有缺点，我嘛有缺点。免啊，你要求一个人拢是全顺利，无可能嘛。逐个拢有发脾气嘛。啊，你有发脾气，我接受搁安那。啊，我看你做毋对，我到底用啥物心去面对你？即拢咧考验咱两个的修养甲境界呢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家想看。所以经过足济代志了后，你才知影讲啊，我境界毋对，我涵养毋够，我度量有看到。咱祖师爷吼，你看人咧图啊，咧拆大件，伊咧逐人讲你，咱修爱修到度量才看，你好歹拢安尼缀入，好听歹听拢安尼缀入。但是咱人拢会敬你吼，敬啥？敬好听我较要听，若歹听我无爱听。敬你甲我学落，我较要听就，若你甲我批评的吼，我就爱来听你。人拢有即个心境啊，啊，咱度量哪会看？哦，好听歹听拢共听咧，好听感恩。歹听嘛爱感恩，因为歹听你就是咧甲我造就。歹听你讲我的无好，我知影我对无好，感恩。啊无你无讲我，知我对人无对。人爱讲即人偏偏，人爱空手，你无共款的意见的人，所以一家内底，人某是上个冤家。哦，兄弟仔母仔弟仔囝母仔囝是上个冤家，为什？一家内底有当时啊，我太太看先生。伊安尼做袂晓，先生看太太安尼做袂晓，老爸看囝安尼做袂晓，囝看老爸袂晓，啊其实袂晓迄事吼，哪正常？无其正道尊重伦理啦，即问题是讲咱要怎包容，用一个包容的心去面对，啊然后有代志好好啊讲，毋是讲有代志袂使讲，毋是安尼讲，就是讲有代志，啊咱拄着问题爱好好啊讲。先生和太太咧讲好啊，太太和先生讲好啊，啊家咧就好啦，好势啊。所以修道对家庭咧讲，你看咱咧家庭是安怎？啊为什么要对家庭咧讲？因为女性吼，你会当看出一个人的心，而且翁仔某较高冤家，你若和恁朋友较袂冤家，因为朋友和我较疏我照看，啊我逐工咧做伙，你讲话拢无咧吼，扣细面的啦，直接讲的就对啦。伤俗啊！伤俗吼，你讲话拢总无咧甲你吼顾啥物面子的啦。即我毋记来讲话你就歹势，安尼拢无。哦，咱即修行了爱去学，爱去学，把即个量啊吼，会涵养，甲收起来。你的家庭会当安尼培养，你家庭就是神仙家庭。你若即个家庭安尼培养，然后来道中嘛安尼，道中就是一个。天道，说佛堂就是天道，佛堂是天道呢，咱有感觉无？你来到遮敢是天道？我是感觉天道，咱就会感觉。伊来到遮无怨无嫉妒，无计较，无陷害，无啥物。安尼来到道中，逐个拢是安尼 PPT 咧，这是天道无对？啊，当然等伊就毋知影吼，等伊就毋知影。但是来到遮真正天道，嘛足清净，甲袂人袂讲来讲，我平时拢袂困一下，若来到会做好困的啊，这是天道足清净的，安尼啦所以讲这是五念啦咱爱念做事，对爱五精，三五精，即个伊的精神，伊本来就是有天顶的一个将军。就是因为无注意去拍着一个宝物，去
去互讲落来做人，投胎做人，结果伊怎啊投胎伫一个流沙河，就是讲迄沙河溪就对啦，怎变妖怪啊？伊天天讲咧到后间，我变妖怪啊！这三无精，啊，拄仔伊拢袂食人，所以讲伊咧阿嬷棍，你看伊看伊咧阿嬷棍吼，挂喺一条迄种窟窿，人头啊就对啦，窟窿里面食人去害人，迄个讲啥？哦，啥物叫做伊叫做妖怪啦？其实伊倒来的时阵叫妖怪，咱的心那是妖怪，啊，即个嘛爱着修，你去出经，你去西好看，即个心有哪修起来？迄会害人的叫做妖怪。我头拄仔讲，死人无可怕，活人才是可怕。活人会害人，安尼活人害人，咱真啊吼，互我讲一个迄个安尼常识啊吼，讲一个常识。你若有讲要去对一件路业录影啦吼，爱小心，因为互我捌迄个电视、迄个新闻看。录影啊，风到遐外哦，阮一个帐篷遐录影，两个啊，还是两个，愈少人愈危险，因为有个人吼，伊会去迄个所在打劫，啊，若讲到歹听，讲拄着昆刀，会甲你规个，就足恐怖嘞。所以讲若去到迄足偏僻的所在，真正爱小心。互我讲过，迄足偏僻，你免惊，讲有妖魔鬼怪，哦，你有只暗面风，无通，你免惊，是惊讲内底有外口有大人要来遮来骗啊。讲到遐我剩恁两个，伫遮哩吼，我来无逐日迄三四个较歹的人来，恁两个无话去，迄互我捌伫新闻看的吼，所以讲这就是一个以前的时代的戒心。所以讲你害人之心不可有，啊，伊是代表着三五精，伊代表着咱两一个妖怪，妖怪就对所以讲，互汉人甲讲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当然，等下再讲心爱戒，这咱人的心加减拢会有哦。咱若拄着一个人，你怨恨伊的，你会安怎？你着爱紧报伊，你拄仔我凊彩后悔，其实迄拢咧害人的心嘞，害人的心就是怨恨人的心。我看你真正看袂起我，昨天要来安怎？无我就希望你安怎？那个就是不好的心，害人的心。所以咱心中内底有哪有规范爱叫啊吼，爱叫。陶冶民生经内底就有因果的关系。咱害人，应当爱受果报。陶冶民生经是关公做的嘛吼，这咱知啦吼。这本册是关公做的，上介早是1700万年前就有啊，尾仔佫加一寡，佫加一寡天地浮屠啊吼。伊讲左侧黄帝青天，左侧足重要。安尼，咱若看《三国志》，可能内底较了解。天吉受做幽冥，即压面咧幽冥就去到地府幽冥。但是偏偏伫三国时代，孔明只会中意幽冥魂奉伊神。孔明只是因为伊中意正做人正，所以讲幽冥就是讲迄地府的阎君王，因吼拢甲当作神对足有尊敬。你看平平做人，一个对地府奉神听法。一个对地府，逐个人拢啊尊敬安尼哦，遐阎王拢啊尊敬，差一个中意，害人之心不可。咱若即个害人的心转做吼为人服务，为人牺牲奉献，都无共呢。所以讲关公咱逐个拢足尊敬关公，天公生大会，初九嘛吼，天公逐个拜天公，拢咧若尊敬，天公会互尊敬，无敢毋是凊彩的呢。毋是伊有忠有义呢，守武上呢。听讲迄个关公伊真细，是迄春秋战国啊，出世是春秋战国，真细呢。伊这是伫三国嘛，关公是三国嘛，是迄个汉朝遐嘛。搁较头前伫孔武主的时代春秋战国的时代，伊迄阵是出世做魔术师啊。魔术师咱有咧看迄部仔戏，咱应该知影啦。魔术师啊，过教官，天裤啊嘛，安尼泡泡我听过看着电视咧做啊，迄部仔戏咧做安尼，伊是真细啦吼。咱若咧陶冶民生经内底有写，
机会来看下，就是吴祖师。啊，吴祖师是啥？伊是过去咱越王勾践，勾践复国，咱若读过历史就知影即个人物越王勾践。啊，伊是吴祖师吼，伊是历时代的人，伊是楚国的人。本来吴祖师伫楚国。因伫楚国的国王吼，较有德，法纪公道。因老爸吴祖师老爸甲干者，因老爸那是一个吼，足有忠义的人，足正直的人。但是伊会去讲着会甲皇帝、甲国王讲伊安尼做无好，安怎甲好，较敢讲。伊毋敢讲了，可能去得失人，到尾去有陷害。所以陷害了吼，特别网文抄走，全家拢了杀掉。当去杀掉伊老爸甲伊娘哥拢叫杀死，所以吴祖师就走。经过交关，我倒过无死，我留伊一个，因兜我杀了。吴祖师走交关了，去到吴国吴国，去到吴国，吴王夫差，去互吴王夫差用。因为吴祖师有忠，阁有正，阁好人，地位都有。伊甲吴国地理甲诚好，诚强。然后吴国就拍败楚国，越王嘛歹势，拍败迄个越国，越王勾践叫拍败。其实吴国的遮力量，和吴祖师有关系。吴祖师是一个高人，有忠义。迄个吴国拍败了越王勾践吼，伊用心机，越王勾践的人吼，但历史咧写讲，即个人有心机。足大较认真吼，能够共享乐，嘛能够共患难，不能共享乐。伊伫患难当中会相挺，但是等下到要享乐，伊无爱安尼享乐。伊即个人所以讲吴国拍败了越国了吼，吴祖师建议吴王一定爱甲越国消灭。吴王无爱听，为啥无爱听？因为迄个越王勾践吼用心机，伊送美女互吴王，送美女，送西施，西施就是迄个勾践吼送迄个夫差。吴王夫差看着即个美女足介意哩，甚至越王勾践搁强对吴王讲，我搁互你做奴才。对吴王讲好，吴王讲遮尔好诶人，我哪有可能甲消灭？但是吴祖师讲，你要来消灭人讲你吴国去互消灭，吴王听袂落，听袂落了生气，甲吴祖师讲，因为吴祖师拢会甲建议，吴王你安怎较好，安怎袂使安怎呢？听了就听袂落，生气了吼，输一支宝剑，你家己自尽。所以吴祖师就是安尼说。吴王真正是，互我感觉讲无明理啦。吴祖师遮尔贤诶人，因为伊甲你讲一寡你含你意见无合诶，安尼你无介意诶，你着甲输死。所以吴祖师就安尼自尽。吴祖师自尽，要自尽诶时阵，伊逐个厝诶人讲我死诶时阵吼，你爱甲我诶目睭挂伫迄个城门遐，我要看迄个越国安怎拍败吴国。迄个讲啥？吴王听着佫愈生气，害死了，佫家己诶尸体吼，等伫迄钱塘江，甲吴祖师诶尸体等伫钱塘江，所以吴祖师怎啊变钱塘江诶一个神，伫遐过钱塘江变一个神，迄是关公诶真细人啊，伊就是吴祖师，讲这典故，所以关公你看伊人做义气，伊认为一世来吼。拢是为义死就对啦。伊伫吴王遐做吴祖师嘛是为义死啊，来到三国做关公嘛是为义死啊。哪为义死呢？落来了到现代，我是听真有人安尼讲啊吼，讲咱的圣老千人，那像应该是关公出世，我是捌听人安尼讲。咱圣老千嘛是为得医生诶，伊较早年代了诶时阵吼，因为迄阵共产党咧了吼，安尼伊呢伊一支旗。伊讲你要掠我是头，你来帮人，安尼，这道亲伊拢个个拢听我的，伊拢毋是要安尼，你来帮人，你都要掠我者，所以咱算老天人，共产掠了清扫，变条，伊为着要救兄弟姊妹，所以讲为伊是关公伊是讲甲伊
伊每一世落来到世间吼，拢是中期、顶顶、光光啊，总是光光。有怪人吼，会当尊敬甲办，反攻伊嘛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若害人的心，来改变做欢喜心，奉献的心。咱伫道中所做的，咱来学迄个关公的精神。万道辛苦无要紧，为着道务，我是辛苦。咱有即个心你咱就关公愈来愈接近啊，忠心灭气嘛忠于义，这是互咱去校园的所在。所以咱来即个心做一个转变啊搁落来无精，心爱精，就是讲烦恼爱断。即个无精是观世菩萨大好的，伊即个三无精三无精来讲我来发好来要做无精，爱精。修行人烦恼莫伤济，心若袂清随时就较袂公平。心若袂清，随时较袂公平。随心爱愈心愈清，你才会感觉道愈来愈宝贵。如果你若愈心愈烦，你会感觉修道无啥物好处。安尼其实道是足好啦，因为咱心袂清怎啊无感觉讲无哪就无好安尼。其实道足好，你若当好啊来用，互咱愈来愈清。所以烦恼袂了啦。其实互我嘛足无烦恼的啦。阮兜的遗传咱爸爸妈妈倒来，我听真正足侪拢足无烦恼。但是经过学道了其实是会改变。经过学道了会改变，烦恼心慢慢减。当然要一个手夹到无本啊，慢慢减，用道理去降服。道理听着捌了用道理去降服。无实在讲，你若要烦恼袂了，太侪代志人去烦恼，烦恼迄种假。人讲话讲烦恼会解决代志，真能烦恼；若烦恼袂解决代志，你烦恼假。烦恼若袂解决代志，你烦恼假啦；若烦恼会解决代志，真能烦恼无要紧啦。烦恼有变。爱说烦烦啊说烦恼啊，因为时间也剩无偌济，剩即只马即只马叫做啥？意马，拄仔讲心教，讲意马，即只马哪像迄落义的义哪像即只马，拄仔讲心哪像狗，义哪像马，即个讲啥呢？迄只狗就是用足侪只马，所以狗都不跳但是马是一走不千里。即个讲咱意念，就讲你个念头。你个念头有当时一个走出去毋知通倒来。如果咱即大家坐伫遮，有当时听到你听向即个心换走过，倒去厝咧洗衫。结果我毋知影倒来甲主讲啥，我毋知影我伫遐洗衫洗到欢喜甲。一个走的飘一个，讲去到迄落啥去到喷顶个佚佗啦。我伫遐咧游泳啊。表示咱的意即个念头，咱像一只马安尼，一个走来就袂倒转来。所以，即个意要安爱静，这叫咱爱静。但拄仔讲爱断烦恼，静爱心爱静。你静道理甲听落，道理甲听入，心若袂静外面一个头人坐伫遮，心走遐走，一个走遐走到美国。所以修行咧。培养静的境界呢，这是静的境界，安尼咱人个道理才会传因此修行毋是迷信的啥物叫做迷信？我做来分长所以你著佛菩萨来我保庇我足好个即修行爱想家己心，爱甲家己讲，我要哪心会静落。我入2点钟是足安稳的，当坐条条。我搁做做规工，去写日翻译规工，我嘛是会当安尼安稳足静的坐条条。若坐袂条就麻烦，坐袂条你西方嘛坐袂条。你若是学堂坐袂条，你西方你也坐袂条。你来知，你也无过西方，你来知。因为西方是清净的所在，和学堂共款足清净。你茫想讲西方遐有经人吞人口，遐有啥物足好耍的迄个物件要耍？无啦，无啦。西方敢若弄迄倒房间就好啊，遐就爱去到西方。可见西方迄个所在房间都无共，房间拢连啥物佚佗啦，好啥物拢有。你莫想讲遐有哪共款啊？遐拢有迄个瑜伽咧做人耍，遐拢有迄个经济共咧读，遐拢有迄个酒人咧啉。
你爱的物件遐有，你爱的物件遐若有，啊，你就倒应该就好啦。西方是清净的所在，哪像不同安尼，足清净的，不同敢有啥，无啦，无啥人互你看啦，无啥人互你耍啊，就点点伫遮坐安尼啦，听道理啊。啊，点点伫遮坐，你坐会牢，表示你真有够。你真有够，你敢去到西方遮清净的所在，你搁住会着。啊，若无吼，人会感觉足无聊的。咱人的心是毋是拢会安尼？啊，足无聊。啊，若代志足济时，足烦的，好代志遐尔济，今仔日拢莫代志互你处理，你嘛感觉足烦。足无聊，拢无代志，我规工拢毋知要创啥。你看人的心吼，人认真吼，有代志也袂使，无代志也袂使。无代志也无聊，有代志也伤烦。我心爱想咧，天堂遐就是爱安尼咧。咱若会当讲逐只收起来，咱就是到天堂，到西方啊。所以西方出境就是安尼啦吼，无啥物奇怪啦。所以尾仔来做一个结论啦吼。西方伫对，歹势，个人甲咱当作即个。西方虽远轻去教啊吼，即咱办道的时阵，咱嘛注意甲听，点着厝着一句话。西方虽然种个，但是一了就够啊，有啥一了就够啊？你讲时间，是你现观了讲时间。西方虽然种个，其实伫遐尔，伫你的心中做变化。啊，无义真经是啥？人讲要出境，即部经无义的啦，叫做无义真经。无义真经嘛，你心中的。所以讲，咱咧讲无义真经，刚出咧来教的时候，讲你心外默念无义真经，心里面默念，表示无义真经伫对，伫你的心中。无义的嘛，啊无义伫对，啊都无义啊，无义你的心就是无义的。哦，所以西方伫你遐，啊，即个经典嘛伫你遐，所以要手经，走去外口取经，是伫你的心中取经。啊，你只要心啊，拢把这物件看起来，啊，你会到西方。哦，安尼就对啦吼。所以讲，西记即部册做有意思啊吼，大家好好安尼体会。咱咧讲道理无迷信的，无迷信的道理袂解脱。哦，道理拢伫家己的心中，你的身躯，你只要好好啊甲做出来，你就到西方。啊，我若无安尼做，你要求佛祖，佛祖无法度啦。哦，才有一句诗，歹势，佫甲咱台湾人讲得好。迄较早吼，足久的诗啊啦吼，迄是新竹新王爷吼，伊圣诞的时阵做一首诗，讲千手千手无心是丢，啊红颜过久生的大雾，丽眼罩过我就丢，青的是软软丢丢，啊求的是求无求神，有着无着不知大意，魔着助你岂不助福顺流，逆着行善无必庇佑。迄是王爷嘛讲吼，哇！你逐个拢来到遮吼，啊！你牵手牵手啊，拢来到了拜，啊拜了就开始求，求讲吼，我平安大趁钱，啊遐个吼，迄落无代志，啊囝有孝，啊头壳挺。哦，迄啥物拢求？较早有一个神讲迄故事啊，讲，啊你我要哪遐好，我要你来做啦。你也要爱有钱，爱健康，啊迄落囝有孝，啊佫吼，逐个人拢做出团。世间哪有这个代志啊？你讲记，那是王爷讲有对无对有对无我毋知，你有对无对我毋知，你逐个拢安尼求，啊我若助你，你无对我助你，毋着自助的呢。哦，你也嘛会当好好啊行善，你会当好好啊修，我着来保庇啊。啊你无好好啊修，你惊求我，我嘛无效，我嘛无法度咧。哦，这是是王爷安尼讲啊，逐个安尼做参考。这是我伫即个结论，要去西方取经，一个最后的宗旨啊吼。大家清楚哦，修行看做转来，对咱的身躯开始看，对你记录心中，你的心中内底拢想啥，拢在做啥，你才开始讲起。啊，最后做注意一下，大家身体健康，欢喜充满。大众请起立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之功，坤道义之功，安将得以也认真参加。刚才一处杏花飘，站在杏花溪港。
请你呢慈悲前道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讲师午安，安。坐下。